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遇到唔认识的词也是试的时间，大家会用办做呢？今家人啊，手机的拿风来，上面查一下路地的。不过睇头摆啊，线上都会帮人拿出几本盆盆的词典，也系讲词典来查，大家有印象无呢？其实啊，词典也系词典有千多的类型，像人哋6个月学法也有一本词典哦。唐讲一本词典啊，系编的4年才编出来呢。里边啊有2版辛苦的过程，总帮佢为了编一个词典呢。今本呢，我哋特别邀请到我哋6队词典的推动者曾彩金曾先生来到现场同大家来分享哦。我哋马上来分享我哋彩金先生。主持人高本先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哈！我是曾彩金，有对歌书响应。欢迎老师你来到现场。老师，我哋认识研究啊，其实。除了我，观众朋友应该也想爱提讲，老师你之前啊，喺做乜嘅工作，做乜嘅，我想讲来做一个文化保存、文化推广嘅一个工作呢。讲到这事情啦，有一个因缘啦，我台湾毕业以后都归去家乡嘅国中嘅服务。后来也转到屏东中学。民国64年嘅系啊，我歌书乡啊，喺屏东县都算quite偏僻嘅啲乡镇经济也quite落后。交通也唔方便所以佢喺我哋一個好朋友，大家都想講樣伊嚟將歌書鄉嘅名字打出來，因為嗰多人講到歌書都講到太書去啊，太書嗰有名，跳過去是太書喺高雄太書都高雄縣安尼哈，所以佢喺呢，大家都想講我哋特別有一個日本時代一場啊，一場都見緊我哋講鄉公所。因為鄉公所伊辦啲新嘅所在所以佢一場都留喺度嘅，大家都想講，呢個所在可以利用嘛，冇都嚟做圖書館可能安尼因為呢種觀念算幾新嘅觀念。我大學嘅時節啦，我有修過安尼圖書館嘅概論，並圖書嘅分類編目。研究嘅朋友都講，唔到係專家，我講我唔係專家呢方面學嘅東西係有限都我哋講請教比我哋個專業嘅人，所以都有安尼機緣之下大家都推動上嚟。其實大家唔懂呢，都安尼推動，結果推動以後，我哋1年以後我哋歌書鄉中正圖書館都成立嘅，叫做我哋屏東縣體育圖書館。圖書館成立以後圖書館嘅隔壁有一塊所在。大家有咩都講我哋一本我哋下一代生意有啲希望，所以我哋今日嚟成立嘅歌書鄉的中正兒童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即係係做一本生意嚟咧。有啲專門生意嚟用嘅一個係全國體操。哇！過後來呢，大家有咩都講我哋可以嚟編一啲嘅刊物啦。所以佢係我要負責這個出版歌書鄉一個半月刊，半張月出版的出來，一個都屏東縣體育分。嗰個做起來以後，大家有咩都講還可以做嗰個事情呢？所以我哋要在出版都編一個編下一個歌書鄉誌。這個其中我哋要成立歌書鄉救國團。因為我哋有圖書館嘅嘛，所以我哋都利用圖書館嘅空間我哋都辦一個書法班日文班唱歌班亦都利用嘅空間一個假日嘅時間也係寒假暑假，我都辦一啲球類嘅比賽所以歌書鄉都喺度幫人哋推動下佢有名響來我哋都感覺講佢安慰安尼啦個後來呢，我都轉到屏東中學來。轉到屏東中學以後因為我哋高中嘅課程過少，所以後擺規則是冇課，後擺規下晝冇課，後擺規日冇課。我都去腳踏車運動，都我哋行人講嘅我是搭業務嘅。如果一方面器材運動，一方面我都家庭訪問。所以我都研究嘅時間聽緊6隊各部落都係農上農下，都熟識咗這麼多年，無形中也係建立我設計一個
人际关系妙路，所以对我后来从事一个文史工作，帮忙都专门睇安尼啦，也语言都安尼开始的啦。哦，嗰个通安尼讲，老师你对文化工作也个开始，迄提故事推动也着亲像俺哋更加讲的沙期太好错嘛，做一个图书馆后背也着攀一个发通，亲像更加的沙期太好。有失败枪啦，系啊，没有完全枪啦，因为今仔沙期太过进步的啦。不过对于头摆嘅时间开始能送一条课，其实喺最头下时间送开始做一种事情的错嘛。系啊，系啊，嗰时嘅时间咧，嘅观念都已经真进步的呢。你攀一个图书馆来攀一条发通。系啦，佢喺度一條攞錢批啊，嗬，有個裝批人啊，佢信用嚟啦，我佢因為我有透過呢方面嘅嚇東西，所以人都我提出嗰度嘅概念嚇，人都可以接受。像我哋圖書館啊，開放式嘅呢，用辦係開放式啦。開放都講加書嗰陣，只間因為點樣加出來登記都是得咧。哦，佢都像我哋美國嘅做法嚟咧，特別我哋國書都係你做嘅啲嘛。哦，所以。我因為喺國書有建立一種一天嘅安尼工作嘅績效啦，大家咪都講真落實啊，信用得安尼。所以我哋平常做好都台灣講嘛嚇，我都因來熟識嗰種人。佢喺我哋嘅文獻村教長啊，伊都講啊，做文史工作者嚇，一個有啲使命感哦。嗰種事情啊嚇，唔係講啊。想去做就做，唔係做都唔係做，唔係安尼哦。唔係安尼嘛，我自家講，一做得做，我都做啊，做唔得都算。係文教長意思講，既然做到文史工作者，都對綠隊有啲使命感。哦，係安尼哈，所以佢係大家都推我嚟做乜嘅呢？我都編咧一個綠隊客家社會文化與變遷之研究15本咧，一個叢書啊，一個都。一般人講認識綠隊啊，一個都入門嘅作品嚟啦。哦，一個書藝啲老師係咪清太清？有一套書啊，你真是清好用嘅書呢。係啊，嗰項呢都我哋要成立一個綠隊文化研究學會。我哋都做總幹事，一直做到嘅，最老嘅總幹事嚟嚇。後來呢，我哋綠隊總醫師啊，因為經營上。也都落閘嚇，也有失敗上嘅推廠，所以都想講啊，喺度揾人做嚇，揾人做結果呢，結果也都我哋也都綠隊嘅態度嚇，要專門詳細啦，要將我哋擔頭要送俾我啦，我都作為1年嘅綠隊總醫師嘅總幹事安尼啦，綠隊總醫師總幹事做嘅咧，接本嚟有限嘅綠隊雜誌啊，綠隊雜誌聽係綠隊都民國71年都創辦嘅。結果呢，大家又講，咁曾老師都接翻嚟做，結果我又編了3年嘅綠隊雜誌。編了綠隊雜誌當中呢，我哋屏東縣有一個喺屏東市啊，我哋終身公祠，終身都係想這類人咧。一個祠堂的全縣啊，算5大宗祠之一。哇！而家呢地方建築啊，我冇時間同大家描述。一個地方。可以講啊，本人感覺看過人，但係人講啊，貴重嘅東西，因為本人侵佔，因為破壞到人嘅長度，所以整間人都想講，我哋去推動行嚟，推動本縣政府做估計，安尼時大家都信唔得，諗上面同意嘅，可以好好保存，可以保存下嚟安尼。啊，結果呢，有啲工作送嚟送去，又送本外地嗰邊，都成個辦公室都成立一個推動小組，係啦。按個嘢問，我推動呢有一個嘅國書決策啊，都係冇夠嘛，就101年，按我哋101年都國書決策100年呢，安尼交傾啊。大家有冇到？哎呀，一個拜託。曾老師嚟嚇，結果我又本意送出來，就做100年交傾儲批會嘅總幹事。哇！啊又編一個100年交傾鐵刊總編輯，係咪嚇？嗰個呢一段時間啦嚇，我都等下要講起講一個綠隊詞典嘅事情。我又花了4年嘅時間，這個熟悉整理綠隊詞彙庫。綠隊詞彙庫結束以後。
接本来都会编写6对词典，也都对海样同大家报告，也都可以讲伫太后毕业投入一个安尼文史工作啊，作为几多安尼个太空的石头都安尼。哦，安尼先生，其实安尼谈方来啊，对于开始教书哦工作到退休，其实一路行来都会接触一条文化的工作。你自家对一个文化，係本身都真有興趣，這樣可以行研究的時間。除了人講嘅中批啦、太路吼，本開一條經營之外，係你自家對一個文化其實有相當的興趣，冇那有可能行研究的時間咯。其實安尼啦同主持人報告啦，伊咧工作啊安尼啦頭下開始都讀緊人做方嚟開始到嘛都見學習啦，做到了面都開始個熟練嘅讀緊人嘅想法咩嚟講，唔都按熟練嘅，唔做鞋都錯嘅，結果都係你見練啊，啥邊啊，鬆唔得起嚟啊，一個鏡頭都開下嚟，所以我講頭下開始講有興趣，也有問我當然唔敢話你講啦，可以講係學習。也本人用感得嚟啦，用送本咧，所以不得不自家都開下嚟。當然當中自家去也過慈愛，自家去參加嗰度訓練，參加嗰度研習，所以人家講奇怪，你啲國文先生，唔用要會插到一個文物館文化研習嘅事情咯，一個有博物館嘅量化嚟，冇佢樣哦。唔用要會插到講公共意識嘅問題尤其最重要嘅，每擺去參加嗰度會議同一啲學者專家講下，都提學習嘅咱們多，所以學習嗰度東西過來以後都想帶啲綠隊嚟做，所以都安尼嘅情況俺都嚟做綠隊嗰度寫頭都安尼啦。悄悄嘅都有有個機會，唔單止係做文化其實文化周邊青島嘅工作也有。關係到老師你嘅工作，咁啊，到時候參嘅，都行到境界。哇！觀眾朋友，人哋先生佢行研究嘅文化工作，做很多嘅事情，真可以累積自家嘅實力。唔過，也同人哋綠地詞典有乜嘅關係呢？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其實人哋當地人哋校花有青島莫強嘅強頭，唔過做乜嘅人哋貼喺綠地校花去編一啲詞典呢？來請教一下蔡金先生吧。先生，做乜嘅人哋會貼喺編一個綠地詞典？做乜嘅唔編一啲人哋校花嘅詞典如何？還會貼喺提出來要用綠地嘅呢？特別人綠地人去參加全國性嘅語文競賽去比賽。冇都參加全國性嘅一個歌謠比賽。個呢，後來都有學語認證。我哋參加人過來以後不時都聽人哋學費會講，怪唔公平嘅老師，因為個幾度教書講人哋講唔錯人哋發的音唔錯，講人哋講嘅詞彙唔錯。所以人家喺度想講，一個都係個大問題咯，誤會因為北部人對我哋南部唔熟。坦白講，我南部我哋都開發啦比北部要做60-70年咧。所以我哋保存咧傳統嘅東西是比人家咱們豐富咧。所以特別羅少堅教書佢都會講，佢冇係講鄭老師，唔認為連綠隊人講嘅詞彙同我北西人講嘅詞彙相差有一多我講喺我所了解都差唔多差20%。羅教授你別講，唔單止20%所以一個中間可以看出問題喺哪嚟個啦。因為嗰度一個評審，佢都北部人嘛，佢對綠隊佢唔熟，所以聽到人哋講嘅綠隊強，佢都咩都奇怪，用有安尼講法咯。尤其像我綠隊，我哋有3個語言嘅內通咧。對北部人來講，言歸單純就一個內統嘛。所以也出了幾多一方面的書。
也都因为讲，俺哋一讲嘅可能冇合标准啊，你系哦，老师，你头先有讲到，快些，因三个那种，迄到底系哪三个啊？俺哋一般来讲，俺陆队啊，都安尼啊，主要嘅重心嘛，哈，安田内埔、竹田、湾兰啊，安边林落，哦，呢个都重心。其实俺陆队特别重心都喺内埔呢。特别啊，后来人家本美浓边过去嘅地方，更加人讲到陆地，甲讲嚟讲去讲美浓，其实呢個邊過去發展呢個觀光好個有名嘅。天嘢，大家人講要講，像係果樹人，係果樹、長刺、新北、嘉東啊，也有另外一個語言嘅內容。所以人哋講咧，像人哋講長刺，係咪？人哋講長刺，長刺，人哋講啊食飯嚇，人哋講食飯，人哋果樹人、長刺人講食飯啊，一個都嚇有天嘢語言內容。第三個都係美濃，美濃、三拿、六桂，一個有一個內容。所以俺六隊嘅一個語言嘅內容都有3種的嘛，所以真沒有豐富的出來。真是，安尼老師，你繼續下去係講，因為安尼人人真開始為了編一個詞典嘛。所以佢係啊，都幾多人嚟到藝學費啊，一個先生喺度都會討論，都係講啊，你唔公平啦，樣。啊，結果人家係像人哋文興順高中啦，像劉建峰鄉長啦，像李勝發高中啦，人家都上過前批嘅嘛。人講啊，你嚟做電腦，咁人哋自己磨一本這個詞彙，當然外頭人亦唔啲啊，而都變到人嚟有咯，所以佢係都講啊，啊冇安尼哦，一個石頭啊，我講。做嚟做去，閒係用陸地學費嚟做，有幾多一個一個石頭，一個擔頭，有上本嚟開啦。啊，所以我哋嘅係都同學費去爭取預算，啊都花係4年嘅時間啦。我都熟悉陸地11鄉鎮，都我哋屏東縣有8個鄉鎮嘛，高雄縣嗰邊有3個鄉鎮。熟悉嘅11個鄉鎮咧，一個詞彙嚇，我都建立陸地詞彙庫啊。安尼先生唔能搶熟悉一條資料啊，就花係4年嘅時間咯。花係4年嘅時間，係啊。我哋佢係有10個年咧，我哋每一個鄉鎮都有人代表。有啲鄉鎮甚至內埔有個大個體嘛，有2個人安尼嚇。啊，我有隊因為也規範，所以有隊有2-3個人安尼嚇，都係熟悉嘅4年嘅時間咯。哇！你熟悉係咧，你更加都馬上來編嚟嘛？熟悉係過後啊，因為我哋熟悉嘅資料太多嘅，cái資料多嘅時間啦，我哋一般要運用會幾困難。一般乜人用最好呢？本研究生。因為伊咪係了解講啊，像嘉東嘅幾多詞彙，伊熟悉方面都可以寫論文嘅。伊熟悉果樹嘅，伊都可以寫果樹嘅論文嚟嚇。所以一般人運用上唔係幾方便。所以嗰度我哋一個前批啊，都建議講，我看我哋行一個編做詞典，因為我辦公室啦，都有幾多100人編嘅詞典。如果你看到啊，100人按多詞典，南部都冇一本，我看我都編一本好啊。所以佢喺度講，加一個工作閒係唔嚟做啊，你嚇，騙人也可以做啦，唔過人都咪嚟講，我哋閒係個信用啦，唔嚟做。要協調呀，作為個資料嘅嘛，因為有基礎。結果我哋佢喺度也係個樂觀啦，就想講啊，咁安尼嘅時間。我都我哋寫計劃書，寫係都同當時客家委員會爭取補助經費啦。冇想到當時客家委員會嘅主委啊，伊嘅想法都同人哋冇共樣啦。因為講一個工作啊，太學教書嚟做嘅，伊都冇認同，所以冇認同都冇答應人哋，都冇補助人哋。啊冇補助人哋，當然我都免可能係佢係鬼傾啦。都講唔傾啊冇用啦，係必須嚟做啊，都轉一啲念頭，你講轉念，啊冇按自家嚟做，按自家嚟發起募款，自家嚟募款，所以我哋都推動募款都係陸隊強嘅救啊，演出嘅救援行動，都講陸隊嘅語言，陸隊人自家嚟救，都一個人都發通啊咧。冇想到一個我寫嘅文章啊，
几多好朋友都是带那提个呢名路地杯啊，结果呢个捐款啊，都全县各地来捐款啊，都米方啊呢一共有700人同我来支持咧，哇，摸到400公万的嘛，所以都安尼就对词典都是做出来。好彩有大家的帮助哦，这本词典才可以顺利要诞生。那老师，能编的研究的时间啊，吼，在也过长地杯，自家感觉除了个经费的部分啊，有其他个困难的地方吗？像能编辑的语言地杯，会唔会有意见冇相同的时间？呀个时间能用办去处理啊？来讲啊，我们词费的东西啊，哈，我们学唔够，就是说你学的不会完整，识唔透，你要完全都能够通彻了解，那不可能的事情。来讲，我今日我都会听讲，像我70人岁，我今日75岁嘛，来讲几多80人岁人，甚至90人岁人讲的几多词汇，我有的我们听唔顺的，我们唔知乜个意思咧，我都下现在强教伊讲，一个是乜个意思，安尼对吗？今日大家都我哋有分批工作嘛，哈，也每个人一礼拜要专写50条目啊。专写50条词啊呢，专写出来呀，抖音，解释，也係講一個詞彙，因為佢從要做一個我哋特別學英語裡邊有嘅，唔都要記出來，冇嘅，唔係都有的人可能會誤會寫嚟用客家話寫嚟哩，範例啊，一個詞彙要用啊，所以其實也寫出來以後，我哋每禮拜討論啦，裡邊都幾多問題。一個問題呢，用嘅解決咯，都送本來。有會幾多老師唔一樣？送本來，因為人咧，因為講我哋有透過語言嘅人，文思賞韻一個解釋就透過嘛，送本來。其實我係同他班人講，幾多東西我咩唔知，所以我喺工作嗰種話呢，我都專門去翻書。過來我哋裝好以後，都校本我哋錄對，我哋要請3個校裝。人年紀是全部都睇我差唔多10歲啦。最多歲可能發整修去教，所以睇我發11、12歲啦。人一看，人看過以後，有啲問題都同人哋解決了，有啲問題人冇辦法解決，有另外一個本來。所以我呢也蠻樣嘅呢，我當時都強調過，因為我哋教育部工作幾下年，我都請顧國順教授，也係有教授嘅，羅少堅教授，俾楊振南老師，我都請教人，我都將我嘅資料寄俾人，請人同佢提供意見，唔過提供來提供去啊，最後半時間，一個教授人。你見到就講，我哋呢唔係錄對人，所以幾多東西啊係睇曾老師自己去做決定，因為編譯嘅都係對歷史負責，所以自己做決定啊所以變咗我民人也壓力啦，你眼神上隨時都有壓力啦，真是冇記住，一個都遇到困難嘅時間，我哋按你做啊你，一個都有啲情況啊你。安尼編好嘅老師，唔嘅檢調係咪夠輕鬆嘅？點解就冇安尼壓力嚟做嘛？有啲朋友啦，伊講伊嚟學費啊，看到我啊，伊講曾老師，我看人嘛詞典編出來以後啊，嗰種人咧歡迎家人啊，神山過後啊，有一個感覺啊，神山過後安尼啊，安尼幾個人安尼可以啊，所以多見係咪感覺佢可以就安尼來，按我哋地位呢，像有的我有兩個美容來嘅先生，人兩啥共下來，就查到兩個人都討論來討論去，入到辦公室嚟提記錄，同佢打招呼講老師，阿個提記錄問老師，老師，我哋睇查到有相關。小小的小一樣事，行喺講到一個時間地位嘅，係有有問題要送過嚟。老師，按個按錯別啦，有人講按議題係好嘅呢，按個好嘅樣寫啊，所以我每擺看到人兩個人嚟，我都覺得咗，因為我都係睇無限嘅想，人哋兩個來都同佢出嗰度問題嚟幫我哋。
哦，原来都会按呢，都本老师出一个临时的考题。是啦。哇，观众朋友，当你欣赏的首歌，底下讲一个词典真是冇简单的。你看，调下花4年的时间来熟悉这条资料，还花很多的年力总共10年，这样编的很好一本词典呢。不过我们6对客家都还有那边特别的地方，休息一下，马上过来继续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讲的那个6对的词典，很丰富的内容。不过按你谈下来，其实大家都唔知讲，到底南北我们的客家到底有哪条的差别啊？继续来请教蔡金先生咯。先生，条都有讲到我们词典花很多的时间来做啊。其实那个词典特别的地方在哪？可以同大家来小解一下吗？特别我也嗰度机会也北部客家人来南部参访，人都会只听来听上课啦，都讲6对啦，讲文化嘛嘅啦，也不适合问嗰度问题。比如讲，你讲老师，你南部人有讲阿婆肉，阿婆肉，系阿婆肉人北部人都听冇话识。人讲阿婆肉是乜嘅东西？系讲俺特别阿婆肉都系俺南部人啦，像俺哋土家以前啦。我哋南方我咪送一大块猪肉跟南方嘅阿婆，也有啲嘛，我鬼嘻嘻讲，老师，你南部人有乜个茶家门茶家门都讲特别人相亲像西来许多西妹嘅头，去相亲，去看一下西妹嘅头，看一下有特别冇够。西来西妹冇安尼公开交往嘛，所以都去看一下嘢西妹，看也不卡当然要边抢啦是一餐饭看过后古来西妹也头没去人呢亲戚朋友呀装逼嘅度，也冇去组一个团去西来嘅片看，看去西来嘅片咧家世背景嘅度乜嘢呢？一个都北部人冇安尼东西，所以有没有人讲鬼奇怪南部有安尼东西也感觉鬼稀奇安尼啦。系啊，谈讲嚟茶家们都系男方同女方两方睇一个交流一下，喺结婚之前交流一下，先认识一下。先大家互相认识啦，像境外组咩嘿？因为南部人也有境外组我哋睇个土家前年人我哋都去个妈妈，去个阿妹。冇得去个阿妈，也咧外家嗰边去经营咧祖先，一个都境外祖，所以嗰种民俗也系风俗方面嘅东西北部人都感觉鬼奇怪，南部人有喺度，鬼多啦，喺南部鬼多。嗰個有個詞也要用於有個詞典裏邊。有，唔像人北部人嘛講奇怪，老師你南部人講嘛個鑿田咯。人哋鑿田係人哋南部嘅南部人也係講鑿田所以個鑿田人都寫都左手邊都有得竹嘛，竹，右手邊都有得卓越的卓，卓而不止的，叫做踐踏的意思啦，踐踏的意思啦。我哋嗰度其實我哋講好嚟，我哋客家話河洛話好啦也係我哋中文啦好啦。我哋唔係拼音文字啦，我哋唔係拼音英文樣拼音，所以幾多詩都讓我哋潛詩嘅寫都發生啲問題，也意思錯，音唔錯，當然最後都音嘛錯，意思也錯，也都最好。不過下擺喺冇嘅時間啦，我哋嘅目標都講意思最重要，意思像我哋講。唔記得把你歸想飲食咯，個想啊，一般的想，左手邊都有個食物的食，食物的食，右邊都有個養，養也養這個字呢，也意思錯，也意思都嘛呢，也意思都叫你就是鵝鵝就講的釣魚的時間個鵝魚鵝也都有引誘的意思啦。不過它的音不對，因為到時要讀養所以變啦，
我哋嗰度诗都會按你考慮，都唔嘅嚴意，當然最好都完全抄到最好，冇寫到以詩為主。冇法度啊！以前冇可能冇一個音嘅詩可以用，嗰種人更加攏借代一下，借過來用嘅。係啊，所以像係南部嗰度，人哋講老嘅嚇，像人特別野皮料時節啦，老嘅嘢都好，冇老暗蟲嘅時候會入死呢，係嘛？所以個老嘅老，我咪喺長高嗰度人，唔過最後冇法，我哋都簽到嘅詩。羅羅的羅哈，就是左邊一個羽毛的羽，右邊是一個很寬的寬，都用安尼情況係，所以嗰度安尼啊，問題我哋喺作為當中啊，像我特別都講古樣嘅啦，我歸去國書啊，按對訪問我小學嘅老師，我小學老師都90歲，我都問老師嗰度，像我哋國書人用我講風吹咯，佢應該係翁吹啊。老師亦都講啊，我咩唔知呢？特別我哋阿公都按你講風吹啊。我講老師，按樣我講我哋國書人講木竹咯，奇怪應該木竹呢？伊講係我媽唔知啊。特別我都凡事都同我哋阿公阿媽都按你講啊，哈。所以一問多陣嚟先生，伊問我講，剛才佢講唔來嘅我都問咯。我國書人講一吹甘蔗有嘛？甘蔗，你買甘蔗，特別你要削甘蔗買，我買一吹甘蔗，一吹安樣一下，別人先生都反過來問我，先生啊反過來問我哈，有啲先生我唱歌有問題嘛，有反過來問我講，才叫我問看下先，佢走上是安樣一下，走上就花錢啦，竹馬花錢啊，走上。啊！伊講，唔過有啲人講走相呢，哈，講別朋友安尼講，伊都相啊，有欣慰的心嘛，講有啲別朋友我講走相咧，相過來相啊，所以也基本上幾多一方面的問題啊，實際上都講南北的差異啦，一個都係我哋六對腔，我哋這邊的六對詞典最重要的用意都睇。我哋保留我哋六對人幾多一方面的東西，像我哋南部人講，哇，今日當初本一個我哋主持人唱幾參吹哦，參吹，別本人談唔是啦，別本人也都講幾澎湃，我哋南部人特別唔要寫一隻詩，伊都講幾槍吹啊，槍吹，香菜，所以我哋都請到一個人字旁，這邊右邊是參加的參，這個字呢都讀三，它音是不太對了，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了，所以參吹就是好菜嘛，今天一大桌的好菜啊，你啦，這個都是我哋南部啊，其實幾多一種嘅利益啦，都南北的差異的問題啊，這個都係我哋一本詞典也加出的所在都睇。唔過我哋冇攞一篇可以講嘅話，假使講我哋拿到一個詞典，其實看個拼音有時間念吼也會冇準，係唔係有其他嘅方式可以嚟幫助我哋嚟念一條客家按重要嘅詞呢？錯啦，要不然我哋嗱當時有考慮一點，所以我哋有六頁。按六頁嘛，係雙下冊嘛，哈，你兩本下冊可以都有六頁，我哋附一個那樣哈，語音光碟啊哈，有個規格就 MP3的規格，雜文台規格，所以一片都是得嘞。啊，冇喺講像一般的用安尼光碟片啊，可能10多片安尼。一個主要都講本人去對照俺一個詞典，按喺唔低嘅時間去對照圖。也可以用天羅看，天羅可以哈，天羅都可以做出來哈，也非常方便啊你啦。因為最重要的東西都講一滴，但是唔要念，唔要念前面的問題。因為我哋當時啊都有考慮到講也詞典推廣啊哈，我哋都採用教育部公布的客語拼音方案，我都做個拼音方案。啊，你時間睇你推廣都冇乜問題啊你啦。當然。嗰度裝炸哈，像我哋詞典編出來以後啊，嗰度裝炸嘛，就係辦公室呢，都講最起碼我讀個樣同人讀個表演冇乜強樣，亦都拿嚟冇藝我哋講下一個我哋1萬多樣嘅讀所以嗰度情況啊，一個都因為冇標準，我哋都編咗有啲標準出來，大家都聽聞阿里去
天天呢，一个客家话推广啊，我相信伊要发生作用啦。幾多年你唔要讀嘅，伊咧堂嘅以後都要嚟讀嘅。不過講到鴉片啊，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先生咧，老師唔看能做一個客家語言的部分，肯係研究按從嘅錄一段時間。啊，近間呢，我哋政府有天數在推動一個行業嘅推廣啊，老師唔用嘅看我哋近間南北嘅客家佢哋保存嘅狀況係樣嘅，啊，未來會唔會有乜嘅危機啊？呢個東西要自家自覺啦。唔興又唔會感覺講哎客家話佢重要，有講也好，冇講也好，興到安尼心理嘅世界客家話永遠冇辦法產生。唔自家頭部卡唔講，唔同朋友講下也唔講，唔唱歌已經點歌都點好多歌嚟唱，唔像安尼機會，你都自家都流失去了嘛。所以嗰段人裏面都唔在乎，你不在乎啦。啊，不在乎嘅時間，伊都變到唔重要，唔重要嘅時間，到最後咪都係放棄去啦。所以今邊我哋做安尼工作，坦白講啊，我那啲一個客家話係做安尼係有一日會消失嘅。但是今邊我哋想法都講啊，我哋做出來，去保存下來，下一班人一樣嚟看我呢件事情，叫做看下態度。最起碼老師你能做一件事情，保留了伊個機會，錯冇？係啊，錯啦，係啦。觀眾朋友，今晡日聽嘅欣賞嘅首歌，真是我哋客家文化應用嘅保存，冇撇咧，自家要用。唔單止啊，欣賞高，自家睇錄卡也要練習講講客話從客家歌大家有點最重要啦，可以買一下一個6對嘅詞典，對自家嘅客話有幫助清大再一次感謝蔡金先生帶來很精彩嘅故事，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今晡日有機會啊，喺個節目裏邊同大家嚟講客家語言嘅問題，我想客家語言。自家一天都有人認識，冇蒙騙人，一天都自家嚟做，亦都係基本上一天同大家人，希望大家可以共下嚟做一個事情。多謝先生，我哋語言輕重要，身體也輕重要更加田頓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親子瑜伽，有請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來放起來，同我哋來做運動小朋友能變好，我來同我哋做運動嘅我一片呢阿恆小朋友，我一片呢係阿金小朋友，今日我來做示範小老師小朋友能準備好了嗎？可以有請我哋嘅阿公、阿婆、爸爸媽媽，來同下來做好，更加來大口來做一個暖身，肩條低後背撈，摸腹背，盡量撈陽強呢，撈太陽。肩條帶痛嘅舒張，太強。好，更加來啲前面撈。帶動嘅舒張，好，手鬆出去，弓箭步再鼓來，好柔美的，用鬆嘅身體，快快嘅數。
我们眼珠可以看个树，看远方，再过来。好，来弯片。好，我们眼珠要看树哦，再过来中间。我们身体放松来。好，我们腰骨，好，我们腰尾捞眼看呢。好，弯片捞。好，拿来变一个天鹅。好，我脚竖，你去另外一只脚伸出来，嘿，好，那变一个天鹅，好，翅膀飞，好，弯片，好，更加弯脚，好，来换脚喽。翅膀哦，翅膀飞。好，2只树。好，我们的天鹅飞起来喽。好，天鹅耳边的美人鱼哟，好趴着，好趴着，好树边的一片，好，那看到好美人鱼的脚，一只脚，好伸出，一只脚，边的鱼的脚7条，好脚7条，好，啊那美人鱼的尾巴是长的，脚要伸出来，好挺好，1、2、3、4、5、6、7、8、9、10，好，慢慢的变下来，好，弯脚，更加换脚咯，好，一只脚翘的呀，要脚7条方，另外一只脚要伸出，控制好哦，1、2、3、4、5、6。刚开始呢，生日的可能做唔到唔怕，如果你摇来摇去，你要听注意，好板软一脚，9、10，好，慢慢的下来，好，大天鹅来拉脚背，好，来拉脚背，好，行生日呢，把那一页片，好，我们那边天鹅式，好，扭润伊的后脚，伊的后脚背。也后脚背，安尼板论，好来哦，安尼来比赛哦，同妈妈来比赛，看你慢那只天鹅比的个高哦，吼，1号天鹅比，哇，真高哦，好，下来，2号，好听，好，下来，好来1号，好，比好来，啊，比。好，刚生日呢可能我多一片，唔怕，安尼睇人啥吼，可以听注意，啲好不白，可以比风来，佢讲，安尼，好，慢慢的下来，好，训练你的背肌，好，来，弯个要来，好，慢慢的下来。小石头，好，安尼可以同小朋友泡泡噶，比也有冰松，
睇路卡路可以同生日呢安尼搞，生日呢各位普波耶就可以对练习安尼通走。好，超人式安尼变 Superman。好，来趴着，趴着，好，都是人趴着。好，竖臀脚，好，手跟脚同时伸侧，比红落哟，来竖打侧。好，我们来看哦，1号超人比个个狗，还是2号超人比个个狗？好，预备，好，刚我臀可能性检查可能性有歪歪么？要成一直线，安尼声音呢要成一直线，可以比歪歪哟哈。看伊个脊椎有可以正中央么？好，来哦，竖臀脚同时，好升上去哦，来升上去上，哦，好下，好踢你摆你，好下，好紧跟1号先，再问2号，可以吗？好来哦，1号，好来2号，好。生日呢，小朋友，问1号，好，2号可以变阿婆爸爸妈妈，好，爸爸妈妈2号，好，来比賽看下你個狗哦，好，可以堅持個叫哦，來1號，2號，1號，2號，最尾咧1號，2號。好，紧跟呢，来推耶，来生日呢，好来互相哦，来推拍一拍，扑扑噶，好，慢慢的放起来，紧跟太阳线变一个山洞，本身你来跑过山洞咯，好，我们要玩游戏咯，好来，生日呢，好1號先爬，再玩2號哈，来。過去，大家可以訓練太陽傘手背力量支撐能力哦，4腳撐地的支撐能力。加油哦！生日呢，過後過山洞哦，也過後你爬來爬去哦。好。对，好，继续爬，俺们呢，山洞越来越小咯，伦敦铁桥要垮下来，要快一点哦。哦，越来越小咯，越来越细，哦，越来越细，看不到的哦，看不到的，哦，啊，垮下来啦！更加完生日呢，好来，小朋友换你们山洞，好，这是一个挑战，好，在前面一点，在前面，好，来，紧跟玉恒，你再过来，好，小朋友記得咯，要藏好哦，冇會扛到爸爸媽媽哦，好，緊跟媽媽要來排哦，加油，愛聽做得到。好，慢慢的放起来，好高吗？好不好玩？好玩，好不好玩？好玩。好，小朋友平常都可以同媽媽你教哦，好，好好運動，俺能下班到了。